来三个祈祷，天父上帝，阮自就伫这个所在，要对你的话来更较捌你，通过代笔所写的，阮要来看你的权能，想你的权能。阮无法度通完全了解你，总是阮相信你要启示阮。愿你的圣神启示阮，通过阮的分享，互阮更较认捌你，更较知影你是听阮、保守阮的上帝。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门。咱拄仔读诗篇9迄个英文诗篇139篇哦，诗篇139篇哦，我足爱这篇诗篇哦，总是吼。我牧会50几年，我毋捌用这篇诗篇讲道呢，所以即摆食好打药啊吼，想讲来试看卖。我会当甲恁讲，对即礼拜开始4礼拜吼，我拢要讲诗篇139篇。咱的起应文拢共款，诗篇139篇哦，是大笔写的啦。大笔写，你若去看咱的圣经哦，顶头有一个是写人写的诗，啥？伊个顶头写讲哦，大笔的诗交互圣乐长，交互圣乐长。所以吼，有学者讲，这篇诗篇是大笔写的诗，敢若歌词啦，有交互圣乐长吼。迄圣乐长大概就是会晓作曲的人，因做迄个曲。所以，这可能是以色列人、犹太人礼拜的时咧吟的诗啦。这有可能啦，这毋是真要紧。我想讲对遮过尔。就是代表这个诗篇吼，有一个学者讲，这篇诗篇吼是 poetic theology， 用诗写的神学啦，用诗写的神学，规章一首敢若24节尔。神学咱若听到神学拢是讲神学的册拢遮厚吼，总是用这个名，我感觉真水，啊个，互你知影代表这个是真正是神学呢。因为代表伫这24节的内底吼，分做4段，我有创一个 PowerPoint 吼。分做4段，对第1节到第6节是咱今仔日读的，吼，是伫讲上帝是无所毋知的上帝。我今仔日题目做逐项拢知的上帝。第7节到12节是逐位拢伫地的上帝，逐位拢伫地的上帝。上尾毋是上尾13节到18节是。无所袂话的上帝，你讲上帝是咱我全能的上帝，就是这啦。这几字英语吼是拢足长的啦吼。我甲你说，无所毋知吼 ，omni omni 吼，迄拉丁文是 all 全部的意思啦。后壁迄个吼 SCIEN。是迄 sign 嘛，所以上帝是全部的 sign 拢知影的人，所以是全知的上帝。搁一个 omni presence 就是住伫遮嘛，伫遮，所以是上帝是伫所有的所在拢伫地的上帝啦。搁一个 potence 是能力的意思，所以所有全能的能力。我拄仔有讲是对第1节到第1节到第18节，对第19节开始吼，真侪圣经学者嘛未了解代笔是安怎写这啦吼。咱拄仔读的迄个起应文吼，19节到22节跳过，有原因啦，因为19节到22节讲的吼，甲上帝全能这拢无关系。我挑工创出来，互咱来做伙看吼，咱再来看是安怎代笔迄个无代笔写这，是安怎咱的起应文无即几节啦吼。
伊讲哦，上帝啊，我用这个读较紧啦，我咱无啥看。伊讲上帝啊，我偌尼爱你消灭歹人，我偌尼望强暴的人离开我，因讲歹话亵渎你，你会对敌用邪恶的话侮辱你。上主啊，怨恨你的人，我减无怨恨因；起来反叛你的人，我减无厌恶因。我深深怨恨因，看因做我的对敌。伊咧讲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上向加一个这，所以迄个过了23节甲24节哦，上帝咱迄个启应文就读着，所以即站圣经哦，真侪人毋知影，你是安怎放即个伫遐？我即篇讲道我还袂写啦，我陪伴变真难，毋知我实在甲恁讲，我嘛毋知要安怎讲，到时才佫讲啦吼。总是我甲你讲，伫遮代表是吼，我敢若会当讲诶，对我即摆读诶，我敢若会当讲，伊疼上帝，疼到吼怨恨上帝对敌安尼尔啦，我敢若会当安尼讲尔。即个所在诶诗篇有人圣经诗篇内底有迄个咒诅人诶诗篇，你知影无？咱来读，咱来上尾礼拜咱看这个时，我才讲几篇咒诅诶诗篇咯。迄咒诅是骂甲骂甲偌惨啊！你这真正是有人讲这原来是咒诅诶诗篇诶内底。像我讲诶，伊这是伊对上帝诶感情哦，互伊怨恨上帝，遐无要接受上帝诶人，所以这嘛是代表对上帝一片诶迄个疼心啦。这篇诗篇哦，基本上是祈祷诶诗啦，伊对上帝讲，咱拄啊第1节读到第6节，迄就是伊诶祈祷嘛，拢是伊诶祈祷吼。伊用伊本身甲上帝，我甲你，祈祷的是我甲你，伊无用阮，伊用我。伫即篇诗篇的内底吼，我算几啊摆应该无毋对啦。我也是我的47摆，你也是你的迄个上帝。你也是你的37摆，所以你就知影这是祈祷的诗无毋对吼。咱今仔日要看第1节到第6节，是上帝是无一项毋知的上帝，无一项毋知的上帝。但知吼知识这项物件吼。人类的知识实在，即马我为着这去Google去逐位去看吼，讲迄个新的知识吼，咱拢知影电脑的时代，人类的足紧所知的物件愈来愈侪。我常常咧想讲，较早出世遐的人哦，人因无偌侪物件通学哦，咱足侪物件咱学袂起来，敢若电脑就好啦。我迄日甲一个兄弟讲，我伫问伊电脑的时，伊甲问牧师，你的电脑用偌久啊？我用差不多5、6年啊，迄已经旧啊啦，真正安尼呢。你看人的知识偌尼厉害哦，人的知识。我会记我细汉的时去人兜吼，看到迄牧师因厝吼，菜伫迄种。我看了讲哦，这牧师足有学问。较大汉才知影，迄是咧摆好看诶。大英百科全书安尼摆甲安尼规个迄个吼，迄吼，我讲哦，这牧师足有学问诶。你看迄个册遐尼济，到遮来我家己做牧师才知影，无啦，无迄落代志啦，无人有法度啦。迄大英百科全书规套吼，即马一块 chips 就解决啦呢。就一块 chips 就解决啦，哦，咱若要爱知影代志，
去 Google 去找着拢有啊。啊，听讲即摆 AI 佫比 Google 较紧呢。迄日吼，顶礼拜我的讲道号做传承吼，我咧甲四公开讲吼，我甲讲，这 AI 即个代志我拢毋知嘛。啊，伊就甲我讲这 AI 会当替你写讲道，讲好安尼哦，吼。啊，伊甲我讲，无说你即礼拜要讲啥？我讲传承。啊，伊手机摕起来讲吼，拜托你甲我写一篇传承的讲道，一篇出来呢。我顶礼拜用的圣经哦，嘛伫内底呢。我讲什么吼？以色列啦，恁着听，迄嘛伫迄内底呢。哇！即马去做牧师真简单呢，都叫伊写就好啊咧。哦，我这看着会惊呢。咱人类知影真济有影，啊，上帝人的知甲上帝的知，你捌去想即两项无共有无共款的所在？咱的知甲上帝的知。人的知吼，人出世啥物都毋知，开始慢慢啊学，慢慢啊累积，去学校。无论你读到偌悬吼，你的咱所知的，拢总是时间累积起来。上帝知吼，无啥物通好解说。上帝毋免去读册，上帝就是知，圣经就是安尼甲咱讲，上帝就是知。啊，伊哪会知？我毋知。伊知，哦，代表讲第一节，伊甲上帝讲：你监察我，捌我，你监察我，捌我。上帝看你就知影你的代志啊！啊，这吼。我真正伫准备的是，我要安怎说明讲上帝是安怎会安尼？我无法度。我毋知伫倒位捌读到一句人讲的话，讲哦，你若完全了解上帝，你就是上帝啊！啊，这有影，我想这有影，无人有法度。上帝是安怎会知？我毋知。以赛亚40章第13节到14节吼。以赛亚写安尼，我感觉是对咱上好的说明啦。伊讲，啥人会当了解上帝的心、上主的心，做伊的导师，甲伊指导。啥人会当做伊的参谋，教伊行正直的路？啥人会当教伊知识，指示伊明智的道路？无人有法度教上帝，这圣经就是安尼甲咱讲啦。无人有法度教上帝啦。哦，啊，上帝毋免读册，毋免创啥，伊敢若看到知影遐个代志，伊监察就捌我。啊，毋若安尼吼，撒母耳上卷第16章第17节吼，撒母耳这是吼。撒母耳要去亚西的厝，上帝叫伊去找一个新的王，伊去亚西干那叫伊迄个大囝来互撒母耳看，迄个大笔伊根本就去讲样，伊连想都无甲想。上帝的神讲，这拢毋是，你还阁有无？讲还阁一个啊，伊去甲叫转来。上帝的神讲，就是一个。即句话撒母耳讲的，上帝在看人，无亲像人在看。人看外表，上主看内心。上帝看人，上帝看人是安尼看。啊，伫约翰一书第3章20节，咱若受良心责备，伫上帝面前。咱会当安稳自在，因为伊的心比咱的心搁较宽大，伊逐项拢知。这是圣经讲的，上帝知甲咱无共款，所以上帝袂讲啊，我拄仔才想到，
伊袂讲即句。上帝嘛袂讲吼，我拢毋知影呢，咱当然安尼讲吼。佫一项吼，咱人吼，有时啊所在是错误的物件，上帝袂啦，诈骗集团啦，什么假新闻啦，咱信甲啪的足济啊，咱毋知，咱袂晓分别，上帝拢会晓。伊会知，甲咱会知无共款。第29到第4节吼，第29到第4节，伊讲吼，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，对真远你嘛看会出来我的心思。我行路，我休困，你拢在看；我的所行所做，你嘛拢知。这伫遮。大笔甲上帝讲吼，我过去伫想啥代志，你拢知；我即马伫创啥秘密，你嘛拢知。老实讲吼，你若甲想起来，你敢袂感觉足恐怖诶？哪有一个人，你的代志，伊逐项拢知啊？你感觉安怎？这吼。伊讲啊，我拄仔有讲，伊拢用我甲上帝。这个世间有偌济我，你知无？世间的人口即马听讲差不多80亿上，8 billion， 差不多80亿嘛。有80亿的我呢，代表讲你逐个你拢知，你敢袂想哇？这实在无法度相信的代志哦，无法度相信的代志。我讲代笔这个诗是吼 ，poetic theology 用诗写的神学，因为这是足深的神学伫内底呢。咱无法度通解说的代志，咱只有信啊定啦，咱只有信啊定。无法度解说，我感觉代表讲真拗的所在吼，伊无用我拄仔用的遐足大字英语遮长遐，拢无用迄，伊所用的话吼，是伊家己的经验。我的一举一动，我咧想啥，你拢知。啊，我还袂讲，你就知影我要讲啥。这拢是伊家己的经验出来的。伊用人听有的话，讲出上帝这款奥秘，咱无法度了解的代志。这是代表我真感觉伊这我 poetic theology 这个名词足好的啦。啊，这也是咱做基督徒，咱读圣经，咱咧查经的时候，普通几六部啦，头一部就是读啦，大项咱读过，啊了后吼，解说 interpretation 解说讨论啦，解说安尼，啊过来吼，就是 application。圣经讲的，甲我今仔日的生活有关系无？大笔讲的上帝是遮尔大的上帝。遮尔大的上帝，甲我的关系咧？甲我的关系是啥？甲我的关系是，伊是我 personal 的上帝，毋是凊彩一个上帝的概念。伊毋是用哲学，嘛毋是用神学咧解说上帝，伊是用伊家己甲上帝的往来。阮咧读新学的时候，有一个犹太人的律师写一本册。恁中间毋知有人知无？我有写迄个 I and Thou， 伊迄本册的名叫做 I and Thou， 我甲你啦。I and Thou， 我真简单讲，即个伊的迄本册主要是咧讲啥？伊讲咱人甲人的中间吼，是我甲你，
咱甲上帝嘛共款，我甲上帝，我甲上帝。当你若将人甲人的中间变作 I and it 的时候，你的对手迄个人变做你的工具，伊无过是人。伊即本册开始是用人是上帝形象做的，人有人的尊严，人甲上帝是 I and thou 的关系，我甲你的关系。人甲人的中间嘛，应该是我甲你的关系。当我将另外一个人看作一的时候，这个人就是我利用，我要利用这个人，剥削这个人。因为这是真代笔伫遮，伊用我拄仔讲，一规篇内底，伊用我甲你用40几摆、30-40摆伫遐，伊甲上帝迄个关系。这是咱读圣经的，这也是阮做牧师讲道的课题啦。圣经讲的2030、几千年前讲的，甲咱今仔日的生活有啥物关系？这个要诱我来无遐尼简单，这个要诱我来无遐尼简单。这是牧师的功课。我记得敢若是顶世纪一个瑞士卫士啊，甲考巴特，伊讲一句话，伊讲牧师就爱一手提圣经，一手提新闻。你爱将这个圣经甲新闻连接起来，互将上帝话讲互现代人，这甲我有啥物关？迄叫做 application， 适用爱适用。第4节伊讲我还未讲，你就知影我要讲啥。这想起来嘛真恐怖，敢毋是？我还未讲，你就知影我要讲啥。其实耶稣嘛安尼甲咱讲呢，耶稣嘛安尼甲咱讲。我请你做一个 PowerPoint。是的，我拄啊讲到第3节还未讲，这节圣经原来是我拄啊所讲的。伊讲所有被造物无一项会当对上帝允捌，一切拢完全暴露伫伊的目睭前。拄啊我所讲的，代表讲的，我的一举一动你拢知，我行路我休困你拢知，你逐项拢知。圣经甲咱讲，上帝都是知。过来第4节，我还未讲，你就知。耶稣嘛安尼甲咱讲呢，真出名。伊要教学生祈祷的时，伊甲学生讲：恁还未求以前，恁的爸已经知恁的需要。上帝知。第6章，我那马太第6章的32节。恁的天父知，这个拢是恁所需要的。耶稣伫遮是伫甲人讲，恁毋免烦恼，明仔载要食啥，明仔载要穿啥。上帝知影恁的需要。我想到这个时我感觉这袂输监视器了。你甲上帝想做监视器了。一个监视器不时地甲你看，我拄有讲有一个人拢在甲你看，你会足艰苦。毋过老实讲咱伫行路中间，咱毋知翕偌济上去，咱拢毋知呢。咱拢毋知，咱毋知甲咱翕偌济去啊。因为人尚且有法度安尼，我细汉的时，主日老师拢甲讲。你创啥？上帝拢在看，阮大家哈哈。人都会当甲咱监视啊，上帝哪看袂到？我读着一个故事，讲一天主教的学校要食饭的时对大家囡仔排队在摕迄落头前遮有 chocolate 食 chocolate， 讲因会当摕迄个老师写一张纸讲。你看你摕一人摕一块，
一定一人摕一块，上帝在看，啊好，一人摕一块，去到上尾啊遐有阿婆甲柑仔放遐，一人一粒，上帝在看。有一个囡仔毋知去对伊个写电话一张讲 ，Don't worry， 上帝真无闲，伊在顾 chocolate， 上帝袂顾甲阿婆来，这是真趣味的代志，因为上帝拢知呢。啊知吼，我跟你讲，啥人都爱烦恼见识记。要做歹的人，就烦恼见自己啊！你若无，你在路行，你才就烦恼见自己。这我确定会搁讲着。这咱伫遮看，上帝台笔讲的，上帝拢知。啊，这实在是真简单的代志。毋过哦，我有时啊感觉，阮这做牧师的、甲读神学的吼，拢将足简单的物件变甲足复杂的，啊，逐个拢安尼无啥。事实代表讲上帝吼，咱拢讲真好了解上帝，代表讲的这拢足简单的，敢毋是？第五节吼，伊讲吼，你伫我的前后照顾我，你亲手保护我。上帝逐项拢知，上帝拢在看，毋是要甲你掠包啦，毋是要甲你算账啦。上帝前后保护你，上帝在看你是出伫听你，要保护你。代表安尼讲诶，迄个前后看顾即字吼。伫迄个伫原文的英语做 hem in，hem in 就是亲像一个城向围起来安尼啦。上帝甲你围咧啦，啊围咧吼，围咧有两款解说。这圣经讲上帝甲咱围咧是要甲咱保护，总是有人嘛是讲上帝甲我围咧，就是要甲我控制啊，要甲我控制。你感觉？互上帝控制掉的，上帝前后伫你的边吼，你要安怎感觉？迄是你家己的代志呢？你若感觉上帝这是咧甲你限制，是限制啊！我常常咧想讲，咱信上帝的人有时啊真无方便呢，真济代志人会当做的，咱拢袂使做呢。我伫台湾的时候，我一摆迄个。总会，大家要出去佚佗，我甲因讲，咱即马出来户口佚佗吼，你毋好叫我牧师啊！因讲是安怎？我你叫我牧师，真济代志我要做拢袂当做啦。例如，上帝甲你hem in，你有可能会想讲，啊，甲我限制遮尔济。你若是听上帝的人，你会感觉。上帝安尼约束我，互我照伊的路来行，保守我。这看你要安怎看？这看你要安怎看？上帝知影咱的需要，上帝看顾咱。我要经今仔日的回应是吼，找来找去，圣诗内底讲上帝知影的代志，敢若咱确定爱要想。我为着安尼去找马太第10章29、30、31节，上帝在讲切鸟啊，耶稣讲的讲切鸟的代志哦，切鸟的代志哦。伊讲吼，伫遮吼讲两只切鸟啊，兼毋是卖一角银啊定。你若去读路加吼，路加原来有讲这个假事，路加耶稣讲吼。马太讲两只切鸟也卖一角银，路加写讲吼5只切鸟也卖2角银。路加讲5只切鸟也卖2角银。我若讲到这站圣经，我拢爱因威廉马克利讲的哦，我感觉足趣味。伊讲吼，上帝听切鸟啊，听到吼，咱2只
一角银，啊，你若要开两角银的时候，迄个卖七只的人讲啊，一只送你啦。所以，迄只人送的迄只是，咱连算钱都无爱算啊！你迄要送人迄只，威廉巴克利讲，上帝是连人无算钱迄只嘛得顾，顾到安怎呢？伊讲哦，若无上帝允准哦，无甲一只七只会跌落来。上帝知影七只啊，知影七只啊，所以我咱确定要入的迄个天边看七只对咯，都是伫遮。这实在真，我迄威廉巴克利诶解说足趣味诶。有影，上帝照顾咱到遮尔有，啊耶稣搁落去讲啥？恁的头毛拢算过呢。我细汉的时候，主日学时老师讲耶稣上帝算咱的头毛，哈喽，哪有迄落代志？恁知影最近刑事案件用一支头毛都会知影啥人做的呢？你敢想讲，逐支头毛拢无共款哦？啊，要算头毛，哪有啥物问题？伊一支一支头毛拢有哪做呢？咱的上帝是我尼奇妙的上帝哦，我尼奇妙的上帝。台北过落去哦，第6节，咱若真正想上帝，咱的上帝是这款的上帝哦。你敢袂想要甲台北做伙讲？你的知识遐尼奇妙？遐尼高深，超过我的了解。这台北，伊无讲，伊袂晓甲咱讲上帝是安怎会安尼知，总是上帝都安尼知，啊，伊嘛是安尼照顾我。我伊甲上帝讲，我无法度了解。啊，这甲咱的生活有啥物关系？我拄仔咧讲的吼，阮做牧师的吼，咱这上帝啊，甲我有啥物关系？有几啊项啦，有几啊项。头一项哦，上帝捌我内底偌歹，伊拢知啦。我内底偌歹，伊拢知。人甲人的中间吼，你拄仔熟悉一个人，也是哦，甚至夫妇嘛共款。嫁了后才知影伊是即型的，娶了后才知影伊是即型的，即落代志常常咧发生，敢是？人甲人的中间哦，啊，咱拢讲一句话讲，人甲做骨骹说出来。我甲你讲吼，伫上帝面前吼，你的骨骹还袂说出来，伊就知影你的骨骹几支骨骹伫内底，听起来真恐怖。总是吼。有影，上帝知影我会上歹，所以我伫伊面头前吼，毋免假啦，毋免假。伫人的头前，你可能会当假，总是迄嘛是时间性，免我久较会说出来。上帝知影我的内底我上歹，所以上帝嘛知影我内底好的啦。我嘛有沾一点好，敢无？我嘛有好的所在啦。所以吼，咱迄句话讲吼，好心去互雷针，去互人冤枉；好心去互雷针，咱毋甘愿。上帝知啦，上帝知。这是咱安慰的所在，上帝知。搁一项，上帝知影我的好，上帝知影我的歹，上帝有哪知影我将来有啥物可能性？我的 potential， 我的潜在力，我是伊做的，我内底有啥物物件，伊知。
我若咧想着知影潜在力的时阵，我定定想着耶稣甲彼得。你若看圣经里那个耶稣对彼得有时啊足歹的呢。耶稣甲彼得个撒旦得去我后面，即个话伊甲彼得讲呢。耶稣对彼得真特别，彼得3摆毋愿意，这个故事咱拢知。耶稣过活了后，伫海边啊，耶稣3摆问伊：你有听我无？约翰记这个故事的时候，伊讲耶稣问伊第3摆的时候，伊好把耶稣问甲真烦啊！伊甲耶稣讲耶稣问讲：你有听我无？彼得甲伊应讲：主啊，你逐项拢知，我有听你，你逐项拢知。彼得伫遮甲耶稣讲：我真正是过去的表现，真正是真老，总是你拢知，你拢知，你对我无失啊。咱原来会当像彼得甲耶稣讲，你拢知，伫你的面前，我毋免假，我也无要假。我若互人误会，你嘛知。摆咧伫上帝面前，咱来参加祈祷。特别是感谢你，互阮对大笔所写的6节，去探讨。你是我呢奇妙的上帝，你逐项拢知。总是阮有时伫你的面前，我命还阁要看。阮甚至有时骗你，阮恳求你赦免，帮助阮，互阮无袂记得你不时甲阮伫地，你不时地看阮。伫照顾阮，阮感谢你，祈祷奉耶稣的名，阿免。